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9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有6个带病入境，另外增加一个死亡个案，有慢性病史，该度隔离5个月了后才过身。交通部宣布高铁宜兰站确定地点了，未来要甲台铁的新站合并，预估2036年会通车。台北马拉松今仔日举办，稍有7个人身体无爽快，其中5人乌卡送病院了后恢复意识。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不过有6个带病入境案例，其中5例拢是做过2档疫苗了后，过去获到病毒。另外也增加一个死亡个案，有慢性病史，伫该度隔离5个月了后才过身。19新冠肺炎本土家庭，暗过有6例境外移入个案，为美国、加拿大、英国、越南、加奈之地下来的，年会伫10外岁到40外岁之间，其中5例是完整做疫苗的突破性感染，也增加一个本土死亡个案是本国籍60外岁男性，有慢性病史。5月2日因为发烧看医生采检，5月2日确诊，7月初2该度隔离，12月初1死亡。因为罹患这个 COVID-19 而产生的肺纤维化、气胸、呼吸衰竭的这个严重后遗症，所以病人于12月1日因为呼吸衰竭而病逝。李春节至春国外月春节检疫7+7专案14上路，在防疫旅馆7天了后，7天转去厝加强版居家检疫，7天自主健康管理。有一个14回国的查甫人伫台北防疫旅馆居家检疫，以7天168点钟来算，日下晡5点就用转去，说因为防疫计程车容量无够，爱强制留甲隔天早起9点才离开。台北市政府关键澄清。目前14+0的方案的部分，民众都是付15天的费用，也住到第15天离开防疫旅馆。那7+7的部分也是相同的状况。台北市的防疫计程车的量能没有不足，但是跨县市的防疫计程车在中央这一块是有不足的。中央是规划用防疫巴士。市府强调，台北市防疫计程车容量有够，暗过台北市以外的县市防疫计程车容量无够，甲中央决定改由防疫巴士集体运送，早起下晡各一班，旅客也要配合防疫巴士的时间。若市民有提前退房需求，应单独向民政局提出，各配合防疫计程车。记者综合报道。Omicron 疫情伫全球滚价，即马美国有一份研究显示讲，做过2档疫苗了后，佮患着新冠病毒的确诊者，身体会产生超级免疫的反应。不过，国内医师表示，应该讲是做过疫苗的人，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反应，所以染病的镜头就会较轻。国内也强烈建议，明年下半年要追加注第4档。国内疫情转好，暗过国际之间 Omicron 病毒确诊数一直窜悬。美国俄勒冈健康甲科学大学上新研究显示，完整做2剂疫苗了后，确诊的突破性感染者好了后，体内会产生超级免疫的反应，不止对抗拒传染性的 Delta 病毒有10倍抗体，对未来其他病毒也可能非常有效。不太合适用超级免疫来描述这种状况因为所有的病毒，当它发生变异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都会逐渐的去调节它。我们免疫系统开始有一些免疫记忆，然后碰到它的时候会产生很大量的一个抗体反应以后，它对我们的威胁就会逐渐变轻。面对新冠肺炎病毒一直变化，专家强调，关键就是做疫苗。做疫苗是保护家己上好的办法。国内即马也建议将明年要追加做第4剂。除了我们现在对高风险的人打第3剂，也开放民众打第3剂以外，可能明年可能还会再打1剂，也就是大概会考虑打第4剂疫苗。预期可能在明年的Q2，也是明年的第2月，或者是明年的下半年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0倍资料显示，Omicron 病毒已经出现在全球89个国家，各政治社区传播，差不多每1.5天到3天病例数都会增加1倍。目前完整组疫苗只是做2剂疫苗。美国防疫专家普查建议修改完整组疫苗定义，建议6月搁追加做疫苗，这是完整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已经讨论真久的高铁宜兰站要确定地点了。交通部委托顾问公司评估，决定伫县政中心南边的350公尺设宜兰站是上好的方案。未来也要甲台铁的新站合并做伙规划。交通部原本规划4城宜兰县政中心甲罗东4个地点要起高铁站，中央地方针对4个方案也拢有无共款的看法。即阵交通部表示，决定宜兰这案是上好的地点，会伫年底完成规划，明年初会送交通部审议，预估2036年会当通车。那宜兰县长林姿妙表示，宜兰站这案甲县政中心这案无差介远，希望交通部会当赶紧来进行。总统蔡英文今仔日透早邀请中央的官员和地方的首长、立委做伙讨论行政区的议题。针对新竹县市要合并新做直辖市，大家拢有共识。不过，民进党党内要是坚持爱斟酌思考，部分南营县市的首长也呼吁中央爱以地方财政分配角度来规划这个议题。公投了第二天，总统蔡英文在官舍邀请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部分党籍立委甲县市首长讨论各种议题，其中包含新竹县市合并升格议题。总统府讲，与会者有高度共识认为，台湾半导体产业是国家战略产业，必须掌握国际供应链重组的关键契机，所以支持新竹县市合并升格。蔡总统也讲，未来国土行政区划必须以宏观的视野进行讨论。基于国家特殊发展的一个需要。以及区域治理未来能够更有效率哦，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直接就要决定由上而下来决定升格的话，我想背离民意的话，是一定会得到民意的反扑。我讲政党的两位县市长对于大新竹合并方向各有看法，不过已经得到议会同意向中央申请升格彰化县，以及有机会县市合并的嘉义市。政府未来的行政区划方向对因来讲，即阵也拢唔知影。中央也知道说，我们这些县的财政真的是非常辛苦。如果透过升都的话，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发展，我们都乐观其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具体的做法，不过还是希望任何的决策多考虑到人民的感受。新加民进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铁质疑，民进党这时阵提出行政区划议题有政治的企图。不要为了选举去改变行政区划。其实我知道民进党在干什么，他们一直在做民调，然后他们只要发现他们输给高虹安，他们就会先去合并。根据了解，虽然蔡总统表示支持，不过民进党内用系也是坚持行政区重为爱整体来思考，若无也是无多解决各县市统筹分配款、财政资源无平均这问题。婚姻县长张丽仙也向中央发话，若是要来讨论合并的议题，不如实际来深化区域合作，关心地方的需求，合理分配资源，让每一个县市平均富强。记者综合报道。昨是4大公投的投票日，不过投票率敢若4成尔，也全部拢无成案。上早民众投票意愿无悬咧，有学者指出，包括政党相达、扰乱议题重点，佮公投成案到投票的这段时间上过短，民众无法度思考，拢是造成民众放弃投票的原因。4大公投拢无过关，投票率只有41%。第一届孙公投凭3当前的公投白大选，投票率超过5成，更较低。有人认为公投议题变作政党对决是上大的原因。这侪议题，反正民众甲即马拢唔知要投啥，当然唔是一个好代志。原本咱投代志是好啊思考，若变成政党的对决，当然对咱台湾社会民主侵华，我感觉唔是一个好代志。江独明指出，政党伫化口号和代志的思考，亲像敢若剩是非两个选项，是真侪民众放弃投票的原因。嘛有人讲，问题出伫即届公投无白大选，不过有学者表示，全国性的公共议题，本地就无应该甲政治揽做伙，嘛应该爱参考国外减长消透议题的时间。瑞士公投超过1年以上的情况也都是有的，那甚至说瑞士他们的一些具体做法，就是为了让民众能够真正参与公投，那当然也会有全国性公投，但是尽量减少因为选举或是政党的因素去影响到全国性的公投，所以他们全国性的公投不会跟大选年绑在一起。另外，投票的结果有人讲是执政党的期中考试的胜利，不过看较右的民进党地方执政的桃园家人成绩顶顶，4个公投案的同意票拢占较侪。虽然有讲赢甲输，但是差别无大。不管是要选补选的，还是要用罢免的部分，其实拢是爱做搁较做拍拼。
龚独明表示，虽然这几项政策对公投结果看起来，民众决定支持政府，不过看票数的差距，嘛显示公共政策的执行就要更加认真甲细腻。记者陈亚文、李玉凯台北报道。四大公投拢无通过，所落来大家都真关心明年正月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这摆公投的结果对台湾的民主是正大的伤害，今嘛要全力拼中2选区的补选。那个颜宽恒也讲，这摆公投根本无法度展现民意。公投结果出来第2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透早就到国民党中2选区立委补选候选人颜宽恒竞选总部成立，也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同台为颜宽恒加油。讲到18公投案结果出来，全部冲关失败，朱立伦表示要重新检讨，也全力拼中2选区的选情。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我们会继续的加油，我们绝对不会气馁。尤其中2选区啊，民进党动用府院党，再加上网军的力量，全力的来攻击、抹黑、造谣，让袁康恒受到非常大的委屈。朱立伦表示，公投结果代表个人努力无够，呼吁党内唔通找战犯，也表示颜宽恒伫这段时间一个人奋战真辛苦，所以爱将重心放伫中2选区的补选。不过为这摆的选区结果来看，无喺行政区当中只有36区公所博在选的同意票小看2成，深切看重中2选区的选情，那对候选人也无同款的看法。执政党把公民投票的权利利用政治的操作，让它跟公投脱钩，所以让这些出来投票的民意不是100%所有民意的展现，很多的投票行为并没有在这一次的投票当中能够体现出来。这个代表我们1月9号一样非常严峻，因为我知道我的对手他们的地方势力的动员会比国民党更强，也就是说，我非常确定1月9号的选举，在我的对手所拿到的选票一定会超过他们这一次公投的票，所以我们绝对没有轻松的空间。颜宽恒表示，尊重选民的选择，所以其会提出符合在地需求的政见，全力拼陆战。林正奇是认为，唔通看轻选民的智慧，怎烦恼地方势力大动员，未来几天会继续打拼细致来面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月18表示，全球已经有89个国家通报 Omicron 的病例，出现社区感染的地区，确诊的人数是每1天半到3天就会增加1倍。因应疫情滚价，法国巴黎宣布取消香榭大道的跨年甲放烟火活动，那荷兰为19开始要全国大封锁。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荷兰的确诊感染病例数超过290万例，并且已经有2万多人死亡。荷兰的公共卫生研究所估计，感染速度真紧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株，恐惊到新年就真侪主流。为着来防范，首相吕特18宣布，全国又再来采取封锁的做法。Nederland gaat vanaf morgen nog een keer in lockdown. Nederland gaat nog een keer op slot. Dat is onvermijdelijk vanwege de 5e golf die met de Omicron-variant op ons afkomt. Omicron verspreidt zich nog sneller dan we al vreesden. En dus moeten we nu ingrijpen om zoveel mogelijk erger te voorkomen. Uit voorzorg. 国际学校、非必要商店、餐厅甲酒吧对19开始停业到明年1月14。家庭访客平常时是限制2个人。耶诞节甲新年限制4个人。世界卫生组织 WHO 18表示，全球已经有89个通报发现变种 Omicron 变种的病例，出现社区感染的地区，确诊数每1天半到3天就增加1倍。英国伦敦为此宣布会以重大事件来处理。法国巴黎宣布取消香榭大道的跨年甲烟火活动。美国纽约百老汇剧院大门关起来，取消演出退钱予观众。这届的美式卡球联盟 NFL 有球员去围着病例是大大增加。宣布拜六开始3场的比赛要来顺延，是这个赛季头一摆来延赛。公视新闻欧慧文编译。美国11月
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达到6.8%，创39年来新高纪录。圣诞节就要到啊，对中低收入的家庭来讲，经济压力嘛加重。满洲到民间的慈善团体伫街仔路分送食食，甲囡仔佚佗物仔，希望帮助民众度过圣诞节。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地区一家人为这个圣诞节要安怎过真烦恼。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6.8%，创39年新高。食物、汽油、水电、加速、汽车、衫所物件拢在起价，严重影响几百万美国人生活。尤其是平常时手内底现金本来就无济，中低收入户压力是搁较大。Kind of like a slap in the face of those families that don't make as much money, you know, who are caught in the pandemic and can't even bring in more money to be able to sustain a lifestyle that prices are constantly raising up on. 马州的民间慈善团体食物银行18在街路发食物甲囡仔佚佗物，几啊百人伫正寒天气排队来领。Some people are living out of cars, on the street. So we supplement the people that need help, but we also do a lot more for the people that are maybe homeless in cars, shelters, veterans, elderly.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森·福尔曼估算，过去一年一个美国家庭总支出增加$4000，先工资条悬，毋过官袂付物价。11月美国的平均时薪，伫圣节通会碰中了后，实际比去年同期下降2.4%。原本认为这是短期现象的联总会主席鲍尔伫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也表示，实施2年的 QE， 也就是量化宽松政策，明年会退场，市场有期至少会升息3摆。是新闻王慧文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2021台北马拉松今仔日举办，总共有26000人到地参加。不过，却传出有6个查甫、1个查某身体无爽快送病院。体育局表示，其中有2个人是下肢胸腔扎扎，另外5个人乌卡，加在送病院了后已经恢复意识。早1月5点半钟，用纯的体力甲意志经调咧，参加台北马拉松42公里全马的跑者，总算早日去终点台北电竞场。这是我第一次全马，然后是想要，因为我明年1月就要30岁，然后我想要送我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我的心率比别人低，然后平常是不舒服，会一直昏倒。那跑步的话，它可以让我跟正常人一样，就不用装心脏节律器。多数跑者摕到参加比赛纪念奖牌，伫终点真欢喜离翕相。有跑者因为体力袂堪的，也是救紧坐伫边仔休困。因为前阵子都要戴着口罩，对啊，比较累。准备太少了，我还跑到跌倒。真侪参加的人讲，今年因为疫情准备甲训练无啥充足，因为完成比赛已经感觉真欢喜满意啊。另外，早起8点外了后，留守团数参加的人是走甲昏倒送病院。他倒在地上，然后就是现场有救护人员在帮他进行 CPR。温差急剧变化，所以在有一些如果你在做太激烈运动又久没运动的情况下，你的心脏可能跟你的血管可能没有办法足够的负荷。台北市体育局讲，有6男1女因为身体无爽快送病院，其中2个是真喘加胸腔扎扎，另外5个人是到病院进行心肺功能停止，经过紧急处理，已经恢复生命迹象。要求就是，万一有跑者倒地，我们在3分钟之内一定会有急救人员到场来帮忙处理，然后争取这些黄金的时间。协会表示，台北马拉松甲万金州马拉松坚守世界电总的规划，是国内医疗规划相关规格路跑比赛。这摆手艺跑者因为有做好紧急的救护，后送病院拢无要紧，虚惊一场。比赛是圆满的落幕。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县府今仔日透早接到通报，讲伫第61线苗栗后龙路段有一只石虎互车肇事，这也是今年第14件石虎互车肇事的事件。石虎保育协会表示，事发的这片山区，这个月17捌到火烧，石虎应该是因为生态地受到破坏，才会走出来，无细致互车肇事。火车弄到石虎，就伫车道顶边，敢若风水摆爱过，已经脆糊糊啊。苗栗县府19透早接到通报，讲伫个西滨公路北上110.6公里的所在有石虎，火车弄到。伫外观来研判，已经是大只成年的石虎，这是今年第14站石虎火车弄死。通霄白沙屯的地方，那也是那个林务局那边，就是石虎的重要栖地，应该都是农田，然后前山的这个地区，那都是石虎会利用的。
苗栗县府表示，当地因为位伫后龙甲白沙屯交界浅山的地区，加上附近有水源，经过农委会公布，确定是石虎重要栖息地。不过，这个月17确实发生山林的大火，风真头火一直炭烧，消防人员虽然及时来抢救，也是造成面积大约2甲的山林受到损害，另外石虎也因此被迫离开栖息地。火灾的现场是在，刚好也是在那个后龙丘陵赤土崎那附近。然后往南延烧到白沙屯，石虎的栖地受到了火灾的影响，然后被迫往外迁移动，刚好就到了快速道路这边。石虎保育协会表示，石虎栖息地浅山边啊，就是我伫第61线西边快速道路，由这路段98.6公里的所在，顶个月底也发生石虎火车弄死。这阵除了设立围网，也甲公路总局来建议建立生态廊道可行性，来保障石虎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12月24日，台湾世界展就要起稿啊！伫嘉义文创园区的主要展馆，10月19这2天也对外试营运。其中有一个展馆的主题叫做“嘟嘟好”，要展现嘉义的生活风格。伫台湾世界展的试营运现场，看到沙画，家长甲囡仔大家拢参加真欢喜。嘉义市各学校的校长嘛看甲真认真，希望刷落来会当向学生来小解。更可以了解就是嘉义的一些环境。对，然后可以让他们更深刻说，哦，原来他所住的嘉义是有这些的文化在的。能够让孩子们对台湾设计展有新的一层的一些体验之外，也希望他能够对这一块的城市自己的所在的城市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了解。伫展馆内底有车站的形象，然后用科技甲文艺的方式表达在地的感情，老药房、老医馆、老师傅。还有家己家肉的创意表现，规划单位表示，这物件所累积的，就是家己这座袂急袂慢、生活嘟嘟好的城市。很有共鸣，就是以在地嘉义人来讲的话，就对以前的印象又被换回来了。那我们从速度、时间跟尺度3个面向来谈嘉义的刚刚好，那就包含了速度上的慢的刚刚好，时间上老的刚刚好，跟尺度上的小的刚刚好。12月24日，台湾世界展就要来开始。10月19这2天，伫嘉义文创园区的展览馆提早向嘉义市民开放，希望除了增加宣传，嘛会当做最后的准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做回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6度到22度。中部地区15度到22度，南部地区16度到25度，东部地区15度到23度，外岛地区12度到21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